44歲嘅鐘欣桐阿嬌一直以美貌聞名，雖然身形曾經備受關注，但佢嘅顏值一直在線。阿嬌喺社交平台上分享咗好多張素顏相，網民大讚佢靚到發光，仲話佢比出道時更瘦更靚，簡直係凍齡女神。阿嬌喺 IG 分享咗幾張京都旅行嘅相，並表示我嘅任性就係想走就走，無需等完美嘅時機，當下就係最好時刻。喺相入面，阿嬌皮膚白皙透亮，五官精緻立體，狀態好好，完全睇唔出歲月嘅痕跡。網民留言大讚佢嘅美貌，表示好靚啊，咁靚仲有冇天理啊，靚到爆炸！到底嬌姐係咪唔識老？可唔可以有一秒唔靚？呢個狀態真係靚到癲啊！呢個狀態絕對係20幾歲，同千機變嗰陣仲係一樣。呢幾年，阿嬌積極經營社交平台，經常分享護膚心得同埋生活點滴，同粉絲互動。佢亦都透露自己好注重飲食同埋運動，先可以保持咁好嘅狀態。早前瘦咗嘅阿嬌曾經喺 IG 分享一系列海邊泳衣照，當時就獲得超過4萬個讚，網友對佢嘅美貌驚嘆不已。